好啦，乡亲朋友，歇困过後啊，轉到福起來咧，也節目嘅現場，今日係8月號空間來報道吼，來同大家來講到嘅，嘅是係人家心理嘅一隻部分咯。但心理嘅部分講正經嘅吼，可能有當多嘅因素來影響到，啊，可能係按身體唔順暢來影響到，咪可能係呢個外力嘅因素來影響到，影響嘅原因正經係當多吼。不過呢，啊，呢個發生到安尼嘅事情嘅時節，有啲人呢，係咪先出講？來同呢個朋友講，同一家屋企人講，吼，啊，做下吼，要講出來嘅行人講啊，較好。有啲人啊，用表頭情感都唔講出來嘅，你啊，可能就係冇意思嘅，吼。你講啊，當到事情有心事啊，但係講係願意講出來俾人聽，一樣當像係佢嘅壓力做啲書記，佢講出來過後，可能有人會留佢聽數，吼，請到人來留佢聽數，一樣叫做。他唔會講人講嘅要鬆開咩？哎，講完全唔講嘅，佢不表現出來就係喺老平常成塊強樣。哎樣嘅人嚟。所以我一種過容易吃了，另一種快吃了啦，哈，有是這樣的意思啦，哈。但是有個人的個性哈，如果安尼，也碰到某個事情啊，伊不見得有人願意講出來，不一定。可能也想法上面，如果想辦法用自己的力量去壓下來，用自己的力量留佢壓下來。比如講，壓下來有可能壓唔下來嘅時間咪會爆發。係啊，伊個問題都可能會講嚴重，迄個是伊控制唔了，伊會慢慢的後面都會出現一啲問題哈。像有個人咧會講，一看事情發生過後，可能一張眼之內看唔出那個問題，但是伊3張眼半年之後開始出現一些問題，佢都有可能因為壓力的時間。造成後面產生一啲其他問題出來，可能因為裡面的關係產生睡眠方面的問題，產生焦慮方面的問題，或者是憂鬱方面的問題，都有可能發生的事情。哦，即係講，你講到憂鬱嘛，你講受理啦，鬱卒啦，吼，還個會緊張啦，吼，也都吼做親有可能。像也3張年、半年過後，將反映出來的時間，一下佢自家冇發現，冇下人發現到，因為講佢一下佢自家有發現到咧，佢一時間可能會知道，我自家怪怪呢，我前面聽數嘅時間，我直接去請醫生，也係愛去請朋友。像我哋事件發生嘅時候，嗰是種當初一開始以用的方式去聽他壓下落去，唔願意講，哦，我完全對呢事件想辦法去聽他隔離，哦，唔想去講，啊，到後面呢發生一些問題，其實迄個是講，而家問題嚴重的話，你還是來請醫生，請專業人員來幫忙伊。迄譬如講，伊發生有些憂鬱的問題，甚至憂鬱到嚴重時，會有像自殺啊問題更嚴重了。像講嚴重嘅時間，上班下有可能會有一個想要自殺嘅想法。也有可能，係。一時間就可能出體應該治療，有人要落去做盤子案，也要醫師識得會用嘛。其實最重要還是要請咩專業人員來先做一個評估，哈，睇睇伊個問題嘅可能性樣嘅，伊嚴重度係咪已經都需要做治療？啊，治療比較希望做心理治療，還是做藥物的治療？會有不同的情形。啊，看現場也人所表現出來問題，伊同醫生接觸過後，醫生對伊建議係用來改善。好，講到嘢吼，因為做過治療過後，有啲人呢都願意落去面對，好，比如講面對也殺傷害伊嘅人，面對發生過也一樣傷害事件、創傷事件嘅環境。治療過後，咁有必要講愛做一個素材思考，哪去家係咩治療好咧？有時間像嗰度嘅病人哈，伊如果有安尼相似嘅環境哈，比如講曾經也北捷事件，坐捷運嘅時會有夾，安尼情形會持續一久嘅，吼，迄陣是因為嘅時間佢一路唔敢再坐。啊，係咩講？我經過一段時間，我來思考到我哋還能夠希望。啊，最好嘅方式都講，
譬如讲，我今仔曾经历过的事件，我可能3早应半夜某一坐捷运，今仔想想，我今仔做得起的么？是可能来去面对它。最简单的方式，我带亲戚朋友共下来坐啊，坐的经历过几次，2个人皮到1个人皮，甚至1个人坐，去的上场是了不起，可能都够认真的是，看你旁边有乜嘅会影响到你自己安全的问题嘛？有的人讲呢，个司机啊，引导啊，坐也插运的时间，司机引导，一下呢，可能治疗过后，佢就唔敢教咧。你讲一下坐插运坐公车，可能教一个司机，做做起件事情，你认为较少，我了了的去注意下一个顺风事情，就讲可能有乜嘅用情形，讲有乜用变化啦，或也就係講發生一樣重大事件。可能冇經歷過嘅人，就看到一新聞嘅人會有嘅反應。而且佢本身佢講有安樣嘅情形嘅時節，人家團體治療當重要，過後呢也面對當重要咯，講到也面對安樣嘅面對，真是一個動作嘅部分我來注意也會有一隻按照面對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又按照安親能，人講係夢也係乜嘅意思咯？我哋嗰個心理師一方面咧，一定該有興趣嘅東西我哋會簡單嚟講呢個是有安嘅事件發生嘅時候，當然最重要事情還是俾人當事人能夠有啲安全，能夠有啲溫暖嘅地方，能夠俾有一種安全感，能夠最重要當初一輸到也學到嘅時間啦而需要能夠俾能夠恢復一啲平靜的心情，所以呢地方必要休息，慢慢的來恢復，對嚟講是個重要的事情所以譬如講我哋前面有講到嘛一啲地方，一啲俾一啲心情平靜慢慢的能夠增加一起個。應講到一次到溫暖的時節，就係講一個安全，一個做幫佢心情平靜的所在。不過吃到溫暖就係有人愛來去關心佢咯。係啊。對前面旁邊的親戚朋友來幫忙，能夠俾感覺有一啲安全感，這係一個重要的事情慢慢的，可能因為事件的發生當時，你可能會有一些想法比如講，這個用暗水啊，多樣的事情甚至會感覺這個係咩的麼，係咩本人唾棄本人看唔起人需要俾重新感覺這個一啲假設的感覺所以講。自家嘅一個傾聽自家，一個對自家來講有一個價值觀就變得當重要。冇講知道自家係冇價值嘅人。因為一定意外事件的發生可能係任何人嘅生活會發生啦，唔係講一天都係易。迄個是因為講這個會可能一定樣嘅人，所以對這個冇安尼價值感嘅時候，可能會有安尼想法甚至會個講行一次還沒某個時間，又會再發生一些事情，又會有更多的想法不必可能一些想法突然保持着恢復聯繫彼此之間能夠互相來安慰對未來要保持的希望，感受人哋所講一個自責的一種心理出現。好，也都係講到一條啦，因愛去尋一個安全的所在，平靜本自己心情做得講到較平靜的也按到嘅也問題真正嘅也到做親都係讀到也個講到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即係講有按樣症候嘅人，佢都必須要愛落去面對嘅。講起也條啦，當然就係你講，大家就希望講透過按樣嘅方式，大家做得同一個。情感度頭嘅情感頭度嘅一個壓力，我做得攞佢釋放體，做得好好來去調整自己調整好過後呢，應講到一年嚟當然就可行可以過咩？做唔嚟講，因為一件事情就完全本自己嘅想法，應講到變到弄搞，變到亂體起嚟也就因為來講到嘅也真係可以來做治療嘅，應講較重要嘛再講來呀，讀到你講安泰嘅事件嘅當時當分件你講愛用嘅去面對，像頭先講到，有啲人叫我自己去做當好嘅防備，對佢來講，一件事情可能就唔係太問題。像這種嘅幾下嘅狀況讀到嘅時節啦，嘅處理嘅事情處理得好唔好？
对呀後續嘅心情嘅影響，一講你應用嚟訓練自己處理事情嘅能力嘛？哦，我哋一般嚟講咧，重大壓力吼，一般嚟講對當事人嚟講，伊中間過程入邊都會經歷過一種個無助，嚇，個茫茫對未來唔敢。知道未來冇希望。冇希望安尼想法。有安尼事情發生過，最重要還是伊能夠復原，伊心理嘅健康、心理嘅能量能夠復原，是件最重要嘅事情。所以你講有安尼事情發生過後，我哋講預防。迄個時候呢，我哋講預防嘅話，其實一個最重要的事情，還是一個能夠有充分的休息、深度的安全感。你培養是一個最重要的事情。像譬如講，我哋像日本，大家應該有看到哈，日本也福島事件過後哈，你去大地震過後，你看日本人本來後生嘅唔結婚咧，竟然變得好多人結婚咧。也就是一個人講到社會現象，真係轉變動態。因為安尼壓力事件過後，他更有認為講，單獨一個人身份不容易啊。迄個是有的人去旁邊批判，能夠講話，能夠安慰，能夠支持，對嚟講係一個重要的事情。所以對我哋嚟講，迄陣時一定像日本記一定會感覺到，因為佢哋講我哋更加未來的生活一樣會過好。我哋呢你哋迄個是有限制，一啲叛逆去旁邊嘅迄方可能會過好。迄陣時，比如講我哋要上下班嘅人，係咪前面啲朋友？前面的鄉下上茶、鄉下下茶，朋友，迄陣時可能從來唔認識，但係政府他嘅互相來關心下，所安尼對嚟講，其實可以一種幫忙。所以講我上班下看到林莎吼，唔好講完全就唔上家門啦吼。你一張上家門哦，做係本人一種人講過受難嘅感覺。吼，一當然哦，講到老林莎看到嘅時節上家門，他也可能就係喺講佢有讀到馬家用嘅情形。上班下看到人愛親切，有可能就想到廿三人做得來談下講法，你就做得來談下，可能就聽數到人嘅林莎，聽數到人嘅朋友嚟啦。吼，也就係講人老人之間嘅一隻互通啊，也其實咩當重要哦。好，我想話你講到也比哦，也個人嘅從上過後真後權，其實應該表現出來嘅真頭應該係有其他嘅啦。所以也其他嘅表現出來嘅情形有呢度呢，應該下添陣個繼續來討論。